天人是指张天然恩师师尊老大人，济公活佛转世的。清朝末年诞生，民国36年在四川归空了。中秋节那一天归空的。道统名师东方后第18代，师尊师尊师母统领天命于山东的天道赶快求，天道赶快求。有缘拜天人，就拜的师尊老大人道统名师第18代祖师。师尊老大人张天然恩师，济公活佛转世。